内政部进前推出这扩大租金补贴政策，强调免厝头家同意也会当去申请。说因为有这厝卡申请到这租金补贴了后，因为厝头家无纳房屋税，7个月补贴就互讨倒转来。根据着营建署的调查，这款案件有180件，这寡厝卡敢若会当行行政救济流程。内政部网站顶悬强大扩大租金补贴政策，按过数民众成功申请了，搁被续转来代志。这17回区县市，伫台北树林区租厝楼买定价砍做大的所在，已经连续领到7个月的租厝补贴。按过最近许雄雄被告知厝主无交房屋税，所以厝卡免申请租金补贴。主因是房东的房屋税没有缴纳。你总共补贴的金额是到多少呢？42000元。一捆头被约回7个月，总共4万多块的补助金，区县市感觉压力大，阁无奈向民代申请。民代呼吁，厝卡根本无清楚，也无法度约束厝主的行为，主管机关应该按实地查核。若厝卡有租厝的事实，都不应该对讨补助。根据内政部营建署清查，案的个案已经有180件，拢是因为案件审核通过了后，才发现厝主无交房屋税，地属申请人无符合资格。案件的一个疏失的一个造成，好，那本部营建署这边也在这边再次致歉，好，那由于碍于规定的关系，我们目前在规定上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救济的部分。民众是可以提出，当初在宣导的时候，并没有说那么清楚。那租客他也不大了解屋主的状况，再加上内政部其实这么短时间之内有一个大量的申请确实是在审核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挂一漏万的状态。营建署统计，目前受理申请件数差不多是32万多件，实际核准的件数差不多17万多件。无法度保证后续未阁有同款的个案，民代要求内政部应该检讨补助机制，不应该互补贴政策的美戏变调。记者综合报道。